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访问中国和东突厥散期间，土耳其议员再次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提出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问题。土耳其好党议员法赫雷丁·约库什、埃尔汗·乌斯塔和亚辛·乌兹图尔克分别于5月25日和26日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上就东突厥散局势以及土耳其和伊斯兰国家对此的态度发表了讲话。议员们谈到了新发布的关于东突厥散集中营的警方文件，以及集中营受害者论坛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的活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视频方式会面。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称，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理想国，不需要对别国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更不能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搞双重标准，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访问中国期间的部分言论被错误引用或错误形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所罗门群岛的首都霍尼亚拉开始了对几个南太平洋国家的访问。据王毅在所罗门群岛政府官员会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两国签署的新安全条约表示，中国无意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王毅与该国外长会见时说，有人企图诋毁两国安全合作。一项旨在追加对朝鲜实施制裁的安理会决议，由于常任理事国中国对俄罗斯双双投下反对票而胎死腹中。联合国大会将在未来2周内根据一项新的规则讨论朝鲜问题。这个规则要求，每当安理会有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时，这个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就要召开大会。美国总统拜登向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发表讲话时，批评普京企图抹杀乌克兰人的身份及文化。他认为，普京下令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芬兰及瑞典都申请加入北约，普京因此无意地促进整个欧洲北约化。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在5月25日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描述引人注目。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5月22日上午，马兴瑞、阿尔肯吐尼亚兹、肖开提伊明、努尔兰阿布杜曼金等所谓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来到新疆博物馆2期新馆参观调研。马兴瑞强调，深入实施文化瑞江工程，切实把凝结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增强5个认同，牢固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